托尼基7.8大地震是广岛原子弹1000多倍威力，至少造成500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北韩共钱开发武器，不过根据南韩的报道，连北韩上界富裕的开城，百姓都摇旗死断。荷兰土地少人搁济，停车位无够，首都阿姆斯特丹是用4面伫咧水底起大型的脚踏车停车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一站继续来关心托尼基大地震上新的消息。根据官方的统计，目前尚无已经有5000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阁有9000栋厝倒去，有真侪人还阁封底伫咧土角下骹。现场甚至阁会当听到民众咧喊救人的声音。而且这阵灾区是寒冷，落雨阁落雪，真歹救人。黄金时间是1分1秒的流失。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是阁警告讲，未来死亡的人数恐惊是会超过2万人。这届大地震的规模是7.8，这7.8是什么款的概念呢？根据英国的学者表示，规模7.8等于是超过200亿公斤的炸药爆炸，是广岛原子弹的1000多倍。这回地震的中心伫咧人口集中的所在，当地建筑物阁无在条承受地震，9000栋厝才亲像高壁共款浮起放起。拄啊经过大地震的托尼基加治安泰普，阁传来轰的一声，一栋楼啊厝就安尼倒去，像这款低楼层无法度承受摇动，像碰壁共款直接倒去的大楼，伫即摆托尼基大地震中真侪。加叙利亚交界的加治安泰普，前日透早发生规模7.8大地震，尽管离地表只有18公里，9点钟了后，阁来一个7.5的大地震，刷落来发生的大小地震尾超过200摆，强烈震波冲击4区位的城市，因为金涌位置人口密集区，加上金涌4区位的建筑老旧，防震功能严重不足，造成托尼基加叙利亚拢传出严重灾害。The 7.8 corresponds to energy released by more than 20 billion kilos of explosives. And this is roughly more than 1,000 times stronger than the atomic bomb that devastated Hiroshima City. 金涌附近大城卡拉曼马拉斯受困的查某人成功获救起来，伫哈泰省获救出来查某囡仔，甲搜救人员揽条条一直流目屎，因为还阁有1000人掉伫庄稼厝下堆中等待救援。Yüksek sesle! Duyduk seslerini, vuruyor, sesleniyorlar, bizi kurtarın diyorlar, kurtarın diyorlar. 听到声音，所无法度救是目前托尼基灾区现场面临的强大困境。地震了后的交通碎糊糊，车辆无法度通行，网络通讯断去，无法度掌握灾民的状况。灾区停水停电，加上天气寒冷，部分地区还阁落大雨，互救援行动真受影响。伊斯坦堡机场已经出现几百名职工、搜救队成员甲非政府组织人员，准备抢进灾区，甲时间走小日，救出更较侪受困的民众。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灾区现场的救援人员甲大自然抢时间咧救人。伫咧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观火站，嘛出现真侪民众，伫咧无10度的室外排队排近2点钟要观火。望会当甲灾区民众斗经，助因渡过难关。观火车内已经坐满人，外口也阁有人咧等。另外一边的餐厅也拢是咧写资料的民众。Şu anda biz 2 saat bekleyin dediler. 2 saat içerisinde vereceğiz inşallah kanımızı. 拜伊斯坦堡室外气温无过10度，就算天气寒冷，民众犹原甘愿排1-2点钟观一地火。统一期红星国会指出，因呼吁民众前来观火了后，人得大量涌入，坐到观火车无够用。Arabalar aldık hatta çünkü yetmiyor diye. Vatandaş beklemesin soğukta. Hem belediyenin arabasını hem de buradaki bir yemek yerinin, restoranın da yerini aldık. Rica ettik onlardan da. 救人是真着急，不过部分灾区所等袂到救援队。南部瓦叙利亚哈泰省地震发生伫咧24点钟，现场煞只有少数的搜救人员，居民只会当听到庄稼厝下堆中的喊救声，不过因为手边无工具，无法度去救援，只会当看到倒去的建筑大石头，甚至连罹难者的遗体拢无法度刷震动。Yakınlarımız öldü. Bacımın kızı öldü 17 yaşında.
Eltimin çocukları altta kaldı. İşte 3 çocuk bir eltim orada daha çıkarılmadı. 也有热心的技术为首都安卡拉关怀到3天，真无简单。为残骸中救出一名女子，沙漠救护车协助伊送去。部分居民这会当绝望的表示，即马这会当求神保庇。下太省也是这场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已经有上千座建筑倒去，超过500人遇难。公司新闻请阮连编译。 明仔是北韩的建军节，专家是预测北韩会趁机会利用阅兵仪式，甲国际展现家己的军事能力。领导人金正恩甚至阁下令要扩大军队，但是台北市就会当听到讲北韩要射飞弹，阁开发真侪新的武器，逐项拢要用钱来讲，互人是想无讲北韩哪会遐尼好嘢。不过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最近是连北韩上届富裕的工业都市开城，百姓拢爱靠粮食救济，尤其是顿。 风声逐工是有10几个人枵死。北韩的政府煞继续把钱拢讲伫咧研发武器、扩大军队，百姓恐惊是无米减准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36天阁出现，拜伊亲自主持劳动党中央军委大会，那要求人民军加强演习加战争应变，也下令进一步扩军。 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向军方下达政府不成加武力军事力量的目标，要伫军事方面进行大改造。另外，2月7日就是北韩的建军节，会庆祝人民军建立75周年。目前首都金日成广场的阅兵排练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外界推测北韩会借着大规模阅兵仪式，对外展示上新的核武甲飞弹系统，来引起美国甲伊的盟友的关注。 不过，北韩最近一直传出气候问题。韩联社报道指出，伊向奉认为富鲁区的南部城市开城，而是因为欠粮食，逐工拢有10几人饿死。虽然金正恩已经指示官员免费发粮食，说是用其他所在民众所缴的配粮来弥补。本来应该用来解决气候问题的财源，拢提去开发武器，互老百姓的日子更加歹过。 今年北韩飞弹试射的次数破纪录，方认为是针对南韩甲美国扩大联合军演提出的根据。南韩军方测啦是伫领空追踪到一粒来自北韩的气球，也毋过几点钟了后就飞离开。南韩官员推测，这粒气球是用伫气象观测，毋是侦察。也毋过进前才发生中国侦察气球甚至美国领空互拍落来，敏感的时刻难免会互人受较济。公司新闻刘眼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前2年冒怀疑是中国的间谍气球飞去仙台甲青森的空中。自民党今日甲国防部开会，建议自卫队应该把入侵领空的不明飞行器拍落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日本甲荷兰联手制裁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南韩的半导体企业海力士甲三星电子，拢按说减少因的中国厂的产量，避免去受到制裁。英国《Times》报道，英国保守党的主席查哈威因为欠税去予首相苏纳克开除，明仔载就会公布新的党主席。另外，洪投诉霸凌的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布会继续做甲调查结果出来。 虽然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战争拍要1年，但是有愈来愈侪罗西亚军伫咧乌克兰东边边界集合，冒大批火药甲武器送过遐，显示罗西亚正咧为全面进攻做准备。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这站的就业率提悬，即便不会进行贸卡等河，经济表现比料想较好。不过根据民调显示，有原有70%的民众对总统拜登无信心。 继续来看中国间谍气球飞入美国领空后率发展，这粒气球去予美国拍落来了后，中国是掉卡断地。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这是正确的决定，未去影响到美中的关系。也若是中国是一直坚持讲，迄粒毋是间谍气球，是民间利用的气象气球。时阵一个气象局长煞是出现伫咧国务院免一个名单顶悬。不过其实这个气象局长1个月之前就已经升官。 这份免一个名单，好亲像只是做互大众看。We made it clear to China what we're going to do. They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We're not going to back off. We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there's not a question of weakening or strengthening. It's just reality.
拜登总统为大卫营登去白宫回应媒体对揭露中国侦查气球的问题，表示未损害双边关系。气球顶个月28进入领空，军方将密切观察追踪，一直到测试出海才甲拍落来。共和党质疑拜登对中国上软正决策上慢，甚至暗算提出谴责案。拜登是讲，将气球拍落来，这个决策唔捌改变。Once it came over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anada, I told the Defense Department wanted to shoot it down as soon as it was appropriate. They concluded we should not shoot it down over land. It was not a serious threat, and we should wait till it got across the water. 中方一再表示，互人拍落来气球唔是侦查，是民间气象用途，因为西风带影响才会失控。前气象局长曾国泰也出现伫国务院免一个名单，看来好亲像官员爱负责。不过，伊伫1个月前已经调成监督性政协主席，变动应该甲气球无关系。美方也无接受气象气球的讲法，海军已经伫美东南卡州外海回收部分残骸，佮动用水下无人驾驶车协助打捞，送交 FBI 分析。白宫认为会当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了解中国的情报收集能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是讲，气球事件确实有阻碍已经正紧张的美中关系，不过双方也是会持续交流，听候时机较好，会搁再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桑皮耶是讲，美国对中关系维持冷静的态度，未来双边关系走向由中国决定。拜登政府阁掌握到中国高空气球捌伫川普政府任内3遍进入美国领空。去年2月，拜登任内也发生一届，测试美军揭露中国气球了后，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甲哥斯达黎加陆续表示有发现类似的气球飞入领空。中国册拉坦白承认气球拢是中国的，并为偏离航道回失的，表示气球拢是用伫气候科学研究。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两站意外消息，美国俄亥俄州有一架载致癌化合物的火车败马，当局是赶紧疏散民众，落尾用控制气体排放量的方式，尽量控制爆炸的程度，避免发生大灾难。另外，秘鲁南部落大雨造成水崩山，有庄仔头是规个去风陷去，至少已经有8人死亡，也阁有人失踪。事故的现场火势烧了真猛，乌烟是一直冲出来。一个看落真惊人的景象，已经持续几啊点钟啊！这站火车排练的意外发生伫顶礼拜5暗时啊。这架火车经过俄亥俄挖近宾州的城镇的时阵，向并车导火，几啊节车厢是烧甲臭火打去。了后，铁路公司发现有部分的车厢减压的装置已经停止运作，烦恼会造成更较大的灾害，因为车顶实在有毒的化学物质氯乙烯，随时可能会发生大爆炸，造成危险。所以当局决定拜一进行排气燃烧。过程甲暗算的共款产生爆炸，不过是伫咧受到控制的情形之下。也若伫咧这进程，有关单位嘛已经甲2英里范围内所有的民众撤离。Yesterday, I had to go home to pick up prescriptions. The creek by my house had a very, very strong chemical smell to it. I went in my house; it was worse. I gathered clothes up and left. When I left, the clothes stunk so bad, even the ones that were in my dryer, that I had to wash them at the hotel. 虽然官方宣布计划成功，危机解除，不过当地居民怀疑讲，在地溪流可能已经受到污染，甚至讲唔敢搁登去住。日头来看秘鲁南部，当地连续几啊天落大水雨，引起水崩山，民众看到土石流一直拼落来，甲沿路的厝是规个拢冲歹去。Son más de 1000 familias damnificadas, ¿no? Donde se puede decir que de un 90% ya no tiene validez sus viviendas, ¿no? Han sido completamente destruidas. 这个事故至少夺走8条人命，也阁有5个人失踪。当地媒体讲，死亡的人数也阁较济。秘鲁当局已经紧急派人员进行搜救。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从土耳其发生7.8大地震，附近的国家叙利亚灾情嘛真严重，已经超过1400人死亡。而且因为叙利亚内战已经拖12年啊，有真侪所在设施早就拢已经密密麻麻。这回阁拄到遮尔大的地震，联合国就预告已经有数百万人等咧等待救援。救援人员用手伫个暗毛土角堆内底咧希望会当来找到抑阁活着的人。
土耳其南部瓦近叙利亚的界界，初六发生大地震。叙利亚的灾情真严重，北部阿勒颇省经过12年的内战，厝袂堪得遮大的地震来算断，含附近有几号省拢有真侪厝倒去，造成严重的伤亡。ما بطارق ما يعني ضيعوا البيت ضيعوا هذا يعني نفذنا بعجوبة جد 头戴白色头盔的救援人员对阿毛托角堆内底，甲一个查甫囡仔甲救出来。这个查甫囡仔救出来了后，看到面仔要是青顺顺，赶紧甲送去病院治疗。这批救援队是叙利亚的公民组织的成员，以白色头盔来做标记，身上有反黄色的甲，顶端嘛是有白色头盔的标识。联合国估计讲，当地有数百万人需要外界来救援，因为天气冷死死，救援的工作就敢若亲像咧含时间有大扫共款。The infrastructure is damaged. Roads that we used to use for humanitarian work are damaged. We have to be creative in how to get to the people and how to get to them the assistance. But we are working hard. It's been raining. It's been snowing. There have been heavy rains, heavy winds, and the temperatures are below zero. So we need to find people as soon as possible. 不二个较早含叙利亚敌对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宣布讲，伫咧收到叙利亚提出的地动救援请求了后，已经有指示讲要来救援。 כך אנחנו נוהגים ברחבי העולם, כך אנחנו נוהגים גם בקרבתנו, וכיוון שנתקבלה גם בקשה לעשות זאת לנפגעים רבים מהרעש בסוריה, הנחיתי לעשות זאת גם כן. 以色列和叙利亚数十年来一直拢是伫咧战争的状况。纳坦雅胡并无讲伊要救援的内容。以色列是估计要甲叙利亚提供布棚、药品、毛毯，还佫有食的物件，嘛同意来收留伤患，并且派出2队救援队到当地来救援。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这场7.8大地震，其实毋是头一届土耳其发生这么大地震啊！伫咧1939年就发生一届，造成3万人死亡。而即马上近的一届是1999年，规模7.4，是有17000人死亡。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是伫咧3地板块交界所在。咱看边仔这张地图，黄色的这地就是土耳其，涂骹底是有阿拉伯板块、非洲板块甲安纳托利亚板块。下太板块往北边塞，顶悬的无底线就往西边走。板块安尼下来下去，就较易发生地震。咱头拄则讲到10几年前的大地震，主要拢是发生伫咧北边红色的这条线这块断层。灰条线这带已经是真久拢无发生地震啊。咱拢知影讲，应该爱有地震的所在，若是一个真久无地震，一个摇落就真严重。所以讲，这回大地震的所在，就是伫咧这条板块顶悬。而且有专家表示，土耳其南部的厝大多数拢是砖仔厝，较袂哩堪哩地震，所以这回死伤恐惊是继续清悬。抱查某囡仔行出头球队的时阵，更较坚强的救援人员也忍不住跪伫涂骹哭。时阵大地震，互几6000人面临生离死别、家园受损。这届发生伫土斯边界的地震，是安怎这么严重的？土耳其本身是伫全球主要的地震带，国土大部分是伫安纳托利亚板块，东南部是连接阿拉伯板块，北边是欧亚板块。Problem is, this plate is sandwiched between two others. It's pushed from the south by the Arabian plate, but blocked to the north by the Eurasian one. 阿拉伯板块当年向北刷1.1公分，消杀地区安纳托利亚板块的2大断层较的地震。近几年来，透过一寡规模较大的地震，发生伫1000多公里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包括1939年夺走超过33000条人命、规模7.8的伊尔金坎大地震，也甲1999年超过17000人死亡，瓦近伊斯坦堡的伊兹密特大地震。不过，初六的地震是伫咧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发生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这条断层1970年代以来，敢若发生3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所以礼拜一发生7.8的地震，释放的能量比进前较济，国家资源深度浅，破坏力更较强。
除了自然因素，死伤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土耳其南部的建筑大部分是砖仔甲石头的结构，较无耐震。虽然1999年伊兹密特地震了后，透过政府引入新的建筑规范甲强制地震险，不过灾区倒期的建筑大部分是新法规施行前所起的。Possibly, if this earthquake had happened beneath a more developed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stricter building codes, somewhere like Japan, for example, which is has a lot of large earthquakes, maybe the damage would have been a lot less widespread. 学者警告，未来几礼拜甚至几个月，也会出现强烈余震，恐惊冲击救援加中建的工作。面对无情的天灾，透过人民的考验也未结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目前大概有200外台湾人伫咧土耳其，加在多数拢无伫咧灾区。有大想是当咧收集物资，想办法要送去灾区。也若是对咱台湾出发的救援队，头一批已经到土耳其啊，第二批应案卖赶去灾区。台北市特种搜救队的人员完成整备，要去土耳其。台湾派出第2批救援的人员，拢总90个人，要把握黄金搜救的时间，嘛替头一批特搜队加强救灾的补给。谢谢。一个飞机就听到掌声，车拉就出发的头一批特搜队，坐飞机拄好拄到土耳其人，因拍破甲伊感谢。土耳其东南部拄到大地震侵袭。现场是规个烟烟火火，咱国搜救队第一时间就出发，要去当地救灾。昨天12点半出发，到这边应该是12点多左右。接下来就是继续转机嘛，就在无国界。一路奔波，台湾时间7时早起，到伊斯坦堡了后，无偌济时间通休困，都要搁用几啊点钟才会当到灾区。特搜人员毋惊艰苦，就是要赶紧去救人。因为英国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土耳其嘛是大型派救援队来台湾，甲咱斗3工。目前还有200多个人还在土耳其啦。那灾区的话，其实人不多，台商跟台侨的状况是目前大家都是安全没有问题的。有超过200个台商甲台侨还搁伫土耳其，大部分伫伊斯坦堡，都算目前安全无问题。都惊后续还搁有地震尾，大家尽量加强防灾整备。另外，靠啊地震中心伫苏里亚边仔的土耳其台湾中心，对这个大地震感受到真深。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惊醒，很多人其实当天晚上就在台湾中心附近集结，就说现在是没水、没电、没有瓦斯、没有汽油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台湾中心能够撑多久。由台湾人发起的协助收容难民的 NGO 组织，经过大地震了后，200-300个人有路无厝，是拢要入来寻求协助。不过，即马灾区的情形真严重，大范围无电通用。土耳其台湾中心的执行长嘛烦恼讲，即马当时寒冷，短时间内物资是无法度入来。地震了后，要面对种种困难的问题，是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赛车，就是骑摩托车。不过荷兰人是较惯势骑脚踏车。荷兰甲咱台湾同款是土地少、人过济国家，所以这脚踏车的停车位根本都无够停。首都阿姆斯特丹就用4年伫咧水底起大型的停车场，而且这停车场佫是伫咧中央车头附近，搬车真利便。咱做伙来看。这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根据荷兰铁路公司的统计，差不多有3成的旅客是骑脚踏车来车站换坐火车。过去要伫附近找一个脚踏车的停车位非常困难，但是自今年开始都无共款啊。一位女性牵脚踏车来到中央车站头前的停车场，看起来那亲像是一般的地下停车场，但是其实这个停车场唔是伫地下，是伫咧水底。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无偌久进前，伫 Twitter 顶头公布这个水下脚踏车停车场建造过程的影片。这是一项真无简单的大工程，要先把4块位封起来，用阿摩头起好墙围，把中的水拢总抽出来。等规个停车场起好了后，才搁把所有的水重新灌入去。为2019年开始，经过4年的时间，开65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20亿。才总算完成这个水下的停车场。We hebben in Nederland gelukkig heel veel kennis en expertise als het aankomt op water. En ook het bouwen in gebieden waar je dus veel water hebt, maar zelfs onder water, maken wij mogelijk. En dan maak je dus optimaal gebruik van de ruimte die je in een klein land als Nederland hebt.
这个水下的脚踏车停车场真阔，会当停7000台脚踏车，嘛有电脑荧幕甲指示的灯号，互人知影倒位也阁有停车位，非常方便。荷兰骑脚踏车的人真多，刚才伫阿姆斯特丹都有90万台脚踏车。除了这个伫中央车站的水下停车场，阁有另外一个水下停车场嘛伫要完工，总共会当提供11000个脚踏车的停车位，对解决当地停车位无够的问题，相信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感恩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